正道，上帝的神踮伫各我的身躯，请曾牧师。上帝所听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真欢喜有几个特别的咱的亲人，咱当时的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出现。上欢喜就是咱的青年刘玉明咱有人忽然看到伊伫教会，你感觉伊介是无离开吼？伊倒来时，伊又感觉讲伊就是来做礼拜安尼尔吼。咱真感谢上帝嘛，有志源因夫妇今仔日嘛伫咱中间，相信无偌久以后，爱玲嘛会得英国倒来吼。愿天父上帝也照顾拄拄得到好消息的回应，上帝互伊有一支新的目镜，互伊免接受手术的紧张吼。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中间最艰难，各我的肉体，毋是将来就天堂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兄弟吴松林伊讲，我宁可拥有的时阵要来领洗礼信耶稣，吼，较超过我伫教父病房的时阵曾牧师来甲我行洗礼。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是今生今世开始。愿主的国临到，愿伫地灵，亲就伫天灵。愿主的国临到，伫咱的生命中，伫今生今世，看赢过将来伫天堂。兄这是毋是安尼？愿这个国外的主耶稣将国外的活命享受咱在座所信的兄弟姊妹，互咱享受，毋是干那做礼拜，享受做上帝囝儿，伫今生今世来得到上帝甲咱有比属天的福分。咱用较无的心，咱做伙祈祷，求圣神帮助咱听会了解，也求圣神真正将这个国外的活命，就是互主耶稣国外的神。踮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完全改变咱的生命。俗语有一句成语讲“脱胎换骨”，或者信主了的基督徒最要紧的改变就是脱胎换骨。旧的念头拢成做过去，一切拢成做新的。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今仔做礼拜兄弟姊妹，咱有新的人生，有新的快乐，有新的愿望。咱用期待来发出咱的同心的祈祷，咱同心搁一摆，为着今仔日领受上帝的话来祈祷。至尊至圣的上帝，愿作为主席伫你的面前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敬拜你。今仔日的礼拜是教会真要紧的功课，5句话中间的上尾句。我们恳求天父上帝，你的圣神读互阮听，解说互阮听，也将这个祝福放伫阮的内底。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阮，因为圣经的话，因为真理，阮的生命就得到光甲上帝你真理的开达。祝福阮活伫你稳定甲真理的内底，对今生到来世，主啊，对今仔到将来，永永远远。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阮讲话，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是咱信仰告别中间的上尾句。咱逐礼拜做礼拜，吟第一首圣诗了后，大家翘个徛的时阵，师父会甲咱讲，咱要个徛的，咱做伙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兄弟姊妹，咱逐礼拜拢念，我毋知你已经念到会晓背啊嘛？到底咱咧念啥？敢是亲像去庙里念一个符咒安尼念嘛？毋是。其实信仰告别中间就是咧讲起基督徒5项最基本的信仰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当会记得牧师要甲咱做分享，就是上尾一句讲：肉体国外甲永远的活命。咱对这句话极其熟悉无比，因为常常伫告别式的时候，恁会听到师会牧师拢会讲，主耶稣讲：国外甲活命在你我，既若信我的人，虽往死，也好过要国外。兄弟姊妹，国外活命毋是干那将来你火化了后死了后等主耶稣搁再来的时阵，你忽然对迄个塔林、对迄个翁仔内底对迄个土林浮起来，国外毋是安尼尔。当然，国外活命是一个奥妙，真侪启示。做基督徒嘛，干那会晓念，
嘛无拄拄真正想会知。兄弟，你敢知影人对来，也要对去？真侪人到年纪大的时阵，才会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。你敢相信？少年人拢要想着讲伊的将来好去好将，但是一个人若到一个岁数，伊开始会去想讲，我的人生剩偌长，我的将来好去好将。所以对迄个时阵，我的活命对年长的长辈来讲是一个安慰，因为相信有一日目睭开了后，伊毋是死就煞，因为伊知影将来要去什么所在，伫迄个所在有上帝所收束永远的活命。咱的教会最近查经的主题，拄进到这个大卫包身的一个主题。大卫包身伫伊牧师甲咱做伙共读，做伙读伊听伊的讲道。因为伫 YouTube 顶悬是一个真够解说新旧约圣经的一个英国的圣经学者，牧师对伊的讲经得到足大的帮助。我若咧开车的时阵，我真爱将伊的这种的圣经的解说伫我沿路咧开车，我就一直听，毋是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听到落尾会当了解讲伊到底咧讲啥。这2礼拜多咧讲的主题就是咧讲伫哥林多教会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设的教会中间，初代教会伫欧洲中间一个新的教会，足特别的教会。但这个教会伊有一寡信仰上的无了解，就产生教会纷争。所以保罗就为着要甲因解释，伊就用写批的方式，甲这群兄弟姊妹讲解什么叫做肉体的教化。因为当时的教会受到异端的冲击。伊一寡乌白讲的这老师牧者，来扰乱这间教会，所以保罗写批甲因解说讲，主耶稣基督的教化，肉体的教化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大卫包身讲到保罗伊所互咱最要紧的一个观念，就是肉体的教化毋是将来的天堂，肉体的教化嘛毋是将来耶稣基督第2摆搁再来迄个时阵才发生。肉体的教化对今仔日咱开始。咱兄弟姊妹，咱的习惯、咱的想法、咱的肉体，咱要顶头生，咱要悔改认罪，咱要脱胎换骨。上帝的国临到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咱爱安尼用耶稣教咱的主祷文安尼祈祷讲：愿你的国临到，伫我的生命中亲像伫天堂。兄弟，你敢知影这种的祈祷偌重要？伫今生今世今仔日，上帝你的国就已经进入我的活命中间。你的荣耀、你的稳定、你的权能、你所有的特种智慧以及圣信，就是互主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圣信，那点伫恁的内面，恁的肉体、咱的身躯就要搁活。兄弟姊妹爱相信，肉体的搁活对今仔日开始。我以前来因为对上帝话无了解，捌做了糊涂的事。我以前来因为我个人的主张甲上帝争论，我无趁上帝的话，我行我爱行的路。忽然有一日，上帝圣神真清楚，将伊的话真光放伫你的内心。咱中文讲顿悟，忽然醒起来，才知影讲原来圣经咧讲就是这个意思。迄个醒起来了后，咱的观念改变，脱胎换骨。兄弟姊妹，肉体的教化就是安尼。今生今世享受主耶稣所带予咱真宝贝的活命。所以今仔圣经讲，咱是耶稣基督用极大的代价，对死搁活，用十字架宝血，带咱来进入上帝所享受搁活的活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在座无一个人失之交臂，就是讲，迄个幸运之神来甲伊造访，擦身而过。愿咱的主耶稣伊所带来祝福，在座兄弟姊妹，不但你得到，你的囝儿孙到代代拢得到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要听大卫包身牧师伊咧讲的圣经的载版，因为伊伫最近咧讲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阵，伊讲到。使徒信经，
使徒信经本底原无伫圣经的内底，伫圣经也未形成之前，使徒信经先形成。伊讲5句话，恁问牧师讲对5句，恁若倒去恁定心将恁的圣诗头一个上头前你也掀起来，使徒信经，你用你的智慧家己读未了解的问牧师。第一，我信上帝；第二，我信耶稣基督；第三，我信圣神；第四，我相信上帝的百姓就是一个圣洁共同的教会。第5句话讲什么？肉体的我永远的活命。为什么需要有这篇的批叫做使徒信经？因为所有的使徒已经准备好势，整装待发，准备要将耶稣基督的祝福带到天边海角。但是因行了各说各话，你知迄个意思无？今做礼拜得当教会100个人，连听了讲道是30几年，甲曾牧师做伙生活中间，咱听讲道的角度，甲听讲道的重点，有大家人拢无同款。彼得、约翰、保罗，因要到天边海角去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因行了因所传出的教会，到最后1000年了后，拢无同款。大间教会拢无同款，所以因就主张讲，咱应该爱传同款的福音。所以最基本，这使徒伊毋是经过开会，因将因所看到耶稣基督，因所了解耶稣的价值，因所了解的上帝，因讲这5句话：我相信上帝，我相信主耶稣是活我的人，捌死伫十字架上，顶十字架死3日，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复活。而且耶稣的骨仔是有魂有体，会食饭有身躯摸会到，这种的骨仔是真的骨仔。所以耶稣基督讲：我的身躯，教会就是我的身躯。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。第4项，我信圣义共同的教会。伫普天的，无论是天主教、基督教，无论是东正教、犹太教。无论是罗德会，无论是浸信会，无论是长老教会，无互相批评，咱拢是同一间教会。恁的朋友若甲你讲基督教、长老教会洗礼无效果，你毋通戆我甲是讲有影安尼哦。阮的教会是规身躯拢爱洗，洗个清气，所以因的洗礼就是规身躯拢爱去浸所以有的教会真爱甲长老教会讲，因的洗礼是无效果的，敢若滴了2-3滴水，安尼就有效吗？耶稣若有效，嘴讲话出嚟就有效啊！敢都爱规身躯拢洗嘛？2000年前的教会并嘛无一定全部拢主张是浸水的。人相信上帝讲的话，就带有力量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。牧师想要甲咱分享，就是讲，主啊，互我的肉体骨活，对今仔日就开始，是真生真死。今仔牧师要甲咱讲2个祈祷：第一，搁我的永远对我开始；搁我的永远对今仔日开始；对我的永远对我这代，到我的子子孙孙到万世代。搁我是什么？顶头生圣神的洗礼，人的悔改，人的认罪，人的改变。人的习惯，对黑暗中，对邪恶，对垃圾，对误会，脱胎换骨。甲主讲，主啊，请我认贼作父。这个世间有真多错误的荣华富贵，我抓准伊是神，我拜伊。主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知影，你才是真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聚焦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肉体跟活甲永远的活命。对即时到将来，耶稣讲，既然有人来跟对我，伊就要伫今生得100倍，伫将来得永远。大卫保森牧师讲，基督徒拢相信灵魂永远，你有相信无？伊讲一个真吊诡，互我听一条。伊讲灵魂无永远呀，伊毋是否定上帝所创造人灵魂是有永远。伊嘛相信灵魂永远，但是伊相信的灵魂的永远就是一个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伊的灵魂，上帝甲伊保留，
今日话讲，唔通恩我收回你的圣性，你会记无？圣经伫起头，上帝将伊话归分给亚当，但上帝后来看到世间人叹血气，情欲的生活中间犯罪，上帝讲人既若属血气，我的圣性就无永远踮伫伊的内底。人真正有灵魂的永活，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咱无离开上帝。有一日，上帝若将伊宝贝赏赐，就是咱的灵魂，伊收回。英语讲 "You are nothing"， 就是讲你什么都唔是啊！你是一个博士，你是一个政府大官员，你是一个好家人。上帝若将你的灵魂收回，但什么都唔是。兄弟姊妹，愿咱真清楚严肃，过收咱上帝所赏赐你的灵魂，对今日到永远。咱甲上帝讲，今生今世，来世永活。主啊，我拢要将我的生命交予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听兄弟姊妹，咱明白咱所信的，那么深信咱所信的是真的，而且伊要应验，要指引伫咱今生甲来世的生活中间。耶稣的故话伫圣经的中间，上少有3个故事咧讲基督体故话。第一，耶稣对伊所听的撒拉讲：“拿撒拉出来，你会记迄个故事无？”马大甲玛利亚伊的弟弟患病，叫人去甲耶稣讲：“耶稣啊，拜托你紧来，你紧来，我弟弟患重病啦。”耶稣讲：“这个病无治到死，咱是要荣耀上帝的名，所以无马上去看拿撒拉。但是当伊去看拿撒拉的时阵，伊的姐已经将拿撒拉放伫墓里啊。伊讲死已经死啊。耶稣甲伊讲：“甲墓石滚开。”伊讲：“主啊，唔通啦，已经臭啊！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拿撒拉出来。”拿撒拉不但出来，拿撒拉佮耶稣、马大、玛利亚，佮活一段真长的时间。安怎活？伫感情、伫印象、伫心内嘛？唔是。迄个拿撒拉是会当食饭，会当行路，会当伫马大、玛利亚的身边倒去捧菜、捧遐个饼来款待主耶稣。佮有耶稣过活了后，伊伫加利利湖的边啊，伊显现予伊一群学生看。你会记迄个故事吗？彼得已经失志，倒去加利利湖重操旧业，因为原本是一个讨戏的人，所以当伊主耶稣已经死，伊看迄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国度，迄个国王、迄个将军、迄个弥赛亚，竟然无能为力，死伫十字架顶悬。所以彼得对耶稣有一个感慨啊！我所相信的弥赛亚较会死咧。当伊看到伫船顶看到耶稣徛伫河边，伊讲是主，伊马上就跳来。耶稣迄个时阵咧创啥？耶稣伫过我了后，伫迄个湖边点一炉火，听候因。伊讲掠几尾鱼来，咱来食早顿。过我主耶稣用伊的肉体甲因做伙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讲这个故事要鼓励咱的身躯最重要。兄弟姊妹，你的身躯是圣洁的圣殿，唔通用来做放荡的路用，好唔好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身躯是足宝贝，咱手所做，咱嘴所讲，爱讲好话，做好事，行好路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唔通看见咱是草地教会，嘛唔通看见咱是一个平凡的人。上帝所要使用的人是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。唔通看见家己，你若看见你家己，就是看见创造你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足严重呢！你若看见你家己，你就是看见你咧创造你的上帝。所以，各我的肉体对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咱要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。主啊，用我的身躯来荣耀你，用我的身躯来做你圣殿，充满的圣殿。用我的一生，主虽然我是五底变两尾鱼安尼粗俗，但是主你若肯，较有无可能的代志。也在相信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，要有奇妙的使用，以奇妙的作为，你相信吗？愿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毋是听一个道理，
毋是听一个知识圣经的对叠，一句一句教恁背起来安尼尔，毋是。咱是来领受一种真正带互咱的生命有开咱的上帝圣经的话。圣经佫一摆将这话讲互咱听，主耶稣真正讲话。愿主耶稣甲你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你若无相信我讲话，你来，我望你，你望我。多马讲，我若无望到主耶稣，我就无相信伊有讲话。当耶稣甲伊讲，多马，来，望我的手，望我的骹，望我的协尾骨。这张图其实毋是翕相，这张图是后来伫欧洲的历史，经过千百年了后的艺术家画出来。这个摇字的多马望耶稣协下骨，就是迄个肋骨中间，最后迄个枪插着。为什么枪插着？因为顶四面家人有死无死，罗马的兵啊，要甲伊放落来进前，拢会验死啦。验讲伊有真正死无？所以兵啊，举一支长长的枪，就甲插看卖，迄个血水有流出来无？所以耶稣身躯都有5个记号。所听遐的姊妹，耶稣真正讲话。耶稣讲这话，表现这个是要甲咱讲。所听我的学生，天父上帝的囝儿，恁来就近我，领受圣餐，望我的身躯，我是真的，真正有肉体的耶稣，我是真讲话。因为初代教会有异端的教会，伊讲耶稣毋是真正的人，耶稣亲像魔神啊。保罗讲，起有处理乌白讲，耶稣是100%真正的人，因为伊捌死伫十字架顶悬死3天个国王。所以啊，你姊妹，咱所信的信仰，有时咱袂了解，但是愿圣神将谦卑的心放伫恁的心内，互你因为脚步，恁相信圣经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不但是真理，佮带有稳定甲开展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想今仔日的圣经这3段话讲互啥物？第一段话是一个祈祷，主啊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国外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就要常常为着你的生命来祈祷，因为上帝若让咱收回伊的圣心，让咱收回伊的圣心，咱就啥物拢毋是。人我是一口气，对吧？古早人咱的时代，敢毋是甲咱讲，人我是一口气，上帝将这口气甲咱收倒去。真正，咱无外交，你是博士，你是大官，你是总统，你是国王，上帝将这口气收倒，你就啥物拢毋是。兄弟姊妹，原来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来用诗篇51篇甲上帝讲，毋通让我收回你的救恩，毋通让我收回你的圣心。主啊，我虽然要得罪你，虽然我洗礼了后嘛，还阁有一寡习惯改袂掉，但是主你若爱我改，想使我开来改变。我的话名是这个意思。人到北京，牛看到北京嘛是牛啦，所以古早人讲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是事实，因为这叫做人性，人的本性。但是，若有圣神，无这回事；若有圣神，没有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保罗讲，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今仔日的我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主耶稣基督活伫我的内面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享受这种遮尔阳光尊贵，互你伫一生顶悬会当抬头挺胸？袂当来头壳累累，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恁听，愿主帮助伊两正的路步，伫我所解说分享的圣经，若无圣神真正咧做工，这话是空的话。主帮助咱，所听的是话讲的听的，咱拢得到祝福。愿主伫今仔日伊将这样的祝福放伫咱的生命中。因我对今仔日开始，搁我的肉体真要紧，毋是死了后，有人会问牧师讲：“啊，牧师，啊若火化了后，
迄个人搁活会安怎搁活？土葬的人会安怎搁活？火化的人搁安怎搁活？咱想遐尼济要创啥？耶稣若讲，互你搁活，你就忽然肉体搁活，敢无可能吗？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这是一个真奥妙。咱咧讲的信仰的话，不是科学性的话，但是伊无推翻科学，因为上帝超越科学。上帝伊若要讲是，就是；要有光就有光，就是遮尔简单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。各我的英文是啥物？我无搁在做行尸走肉的人，各我意思就是讲，我无做有魂无体的稻草人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是一个有主张的人；对今仔日，我是一个有是非的人。就事论事，搁再就法论法，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无搁再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做一个荣光荣耀尊贵的人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心除了圣经以外，有真多2000年来做这互人尊敬的伟大老师。我真爱读人的日记。伫咱，我甲恁讲过一寡人，包括约翰卫斯理牧师的祷告。想使我一摆的当讲，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；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敬畏上帝，惊上帝。我要将整个英国的反转过来。今日牧师要甲恁分享。约翰卫斯理牧师最后目睭要闭进前，最后所讲的话，伊讲：主啊，我一生做你的牧者，做你的奴仆，我的生命何等好得无比。这句话啥物人讲过？保罗讲过。约翰卫斯理牧师伊最后要死之前，伊嘛讲这句话。兄弟姊妹，用我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恁分享几句真水的话。恁对后礼拜，佮甲周报摕出来读，读了后，佮背起来，进入圣经。因为这就是信仰的见证。佮我对今仔日开始好得无比。兄这你已经得到了嘛？你已经享受甲上帝好得无比的这个世间，无一项会通甲伊比。约翰卫斯理牧师要死之前，伊讲：你的听踮伫我的内面，这种的感觉。世间无任何事、任何物件会当安尼相比拼。伊讲：我立足在这个世界，这么浩瀚的星河，都在你的面前显为渺小。这么大的宇宙在上帝的面前，忽然间比落去，这个宇宙显得渺小。好漂亮的一句话！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伊的圣心也踮伫你的内底。伊的圣心就亲像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的圣心就踮伫约翰卫斯理的牧师的内底。伊今仔日嘛要踮伫你的内底，你毋望这个圣心甲你三甲地底嘛？反正你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要亲像伊有的，我嘛要有。约翰卫斯理最后目睭要闭进前，伊甲伊身边陪伴的亲人讲。在这个世间，我一生中间上宝贝的代志，就是我的上帝甲我同在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愿意甲上帝讲，伊有的我嘛要有？你若相信死的信仰是真的，你应该爱甲上帝讲，上帝伊有的我嘛要有啊！我是毋是常常甲恁鼓励讲，你若有感动的话，你来讲，伊有的我爱有。你若看过好的教会，真正好的互人尊敬的基督徒，你爱讲伊有的我嘛要爱有，我不爱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伫这个世界上好的事，就是上帝甲我三甲地底。主啊，伫我的心中已经无任何代志会当满足我。这句话不是伊要死之前讲的，是因为伊顶头生有一日伊参加一个查经班，伊参加一个查经班的时候，伊是一个青年人。上帝的圣心伫伊个查经班中间，完全改变一个青年人的少年的John Wesley。约翰卫斯理伫迄个中间，伊伫日记中间足清楚会记得讲，伫迄个瞬间，我的生命亲像火咧倒。对伊那阵开始，伊的生命永不回头。约翰卫斯理真侪演讲。伫19世纪、18世纪足要紧的灵命大复兴的一
去了解上帝的路步。伊不但改变眼光，伊嘛影响我的祈祷。我嘛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我爱得当到我100个当时的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，我真正用安尼为着得当教会祈祷。主啊，小主阮教会100个当时的兄弟姊妹三听，什么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，什么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得罪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大已经有100个啊，但是咱中间有几个人真是冤枉势力。咱愿意甲上帝讲，主今仔日牧师咧甲我邀请，牧师咧甲我提醒，算我1分1%。虽然这间教会100个人中间我只算1%，但是算我1分，也在你愿意嘛？阮天要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这个礼拜，独独互主耶稣基督搁活，对死搁活的，互耶稣对死搁活，迄个人，迄个神。伊的圣心啊，点伫恁，就要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，伊的圣心也要徛进伫恁的内面，互恁的身躯，会死的身躯，会朽坏的身躯活起来。牧师甲咱分享甲提醒，搁活对今仔日开始。有一日虽然咱嘛会断一口气，但是咱的灵魂要永远甲听咱的天父上帝。三角地带，你相信吗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今生今世甲来世，咱享受主所授予咱各位活命，咱伫伊个内面，咱存出双手讲：上帝，你的圣神，请你来，亲爱的圣神，请你点伫我的生命中。兄弟姊妹，今仔第2个礼拜第2个祈祷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为着你家己的生命祈祷讲：亲爱的圣神。就是有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圣心，进入我的生命中。牧师讲无清楚的话，牧师伫讲道中间讲无了话，亲爱的圣心，求你继续对我讲，特别是量身定做，没有别人听，是我个人要听的话。你相信上帝甲你量身定做，甲你讲情话绵绵的话吗？愿上帝亲自对恁讲话。较赢过牧师甲你讲话，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就是伊的圣神进入你的肉体骨啊，互咱无搁再做行尸走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，你会记无？咱的身躯就是为着要荣耀上帝。今仔圣经的金句安怎讲？今仔圣经的金句讲，恁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？圣神踮伫恁的内面，就恁要对上帝所有的荣耀、权柄、荣光、丰盛的活命，拢要得到。佮恁家己，因为恁是耶稣基督用极其宝贝的价钱所买来赎回，所以恁就伫恁的身躯顶悬来荣耀上帝。兄弟姊妹，特别教会青年，洁身自爱。咱的生命是上帝荣耀的器官。牧师毋是要甲恁做道德教训，毋是。牧师要祝福恁伫一生中间充满那种圣洁、荣耀、洁身自爱。洁身自爱不是一种规矩，洁身自爱就是讲，亲像你买着名牌衫，你无好无容易用几啊个月的薪水去买一件足爱的衫。你把迄个足水的衫穿伫你的身上，洁身自爱就是上帝将一个真荣耀、尊贵的生命。牧师要甲恁鼓励，你们很珍贵，你们很宝贵，你们可以很漂亮，你们可以很有用。你讲牧师，你敢若咧甲我鼓励吗？毋是，你若相信恁伫上帝手中。你知道上帝会怎么改变你的生命吗？不要问牧师，你问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我相信每一位伫上帝手中的生命，伊若有改变，绝对不简单。为你的囡仔祈祷，咱做伙老人甲囡仔做伙学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再做行尸走肉。咱伫伊的面前，第一，拥有一种悔改。重生、顶头生，
搁我的身躯，兄弟，咱逐日咧身躯，但是咱有洗咱的心嘛？咱逐日咧洗身躯，换清气的衫，但是咱有改变咱的想法嘛？有改变咱的习惯嘛？人改变人就困难，特别人要改变家己就困难。但是当上帝若感动你改变，你若讲阿们，上帝要互你有开力改变。徛伫恁的面前的我，嘛是这种的经历的人。我嘛捌有习惯的软弱，我嘛捌有做唔对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连总统嘛会做唔对代志，连总统嘛会做迄个真垃圾的代志，更何况咱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不要看轻自己。愿上帝赏赐咱感动、开力、能力，搁有伊将伊所有的荣耀穿伫咱的身上。咱的灵魂比所有的名牌搁较名牌，咱的灵魂比所有的名牌搁较名牌。只有那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需要虚张声势，伊才需要派一个科技啊，伊毋是科技，系科技哦。人就是有一个虚张声势，派一个墨镜名牌，一出来走路才会有风啊，感觉啊，他的家世是不错的，他的背景是不错的，他的经济能力是不错的。这个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伊根本唔免派啥，伊摕啥物，大家人拢讲迄是名牌啊。兄弟姊妹，咱是名牌啊！自从咱活伫这个世间，上帝创造咱，咱就是名牌。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听牧师讲笑话，咱是听上帝圣心甲你讲，我所听的经字，你很宝贵。我要将我的荣耀放在你的生命上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也祝福这间小小的庄稼的教会。有一本册代表一个牧师，以下的册名叫做《最大的小教会》，全台湾最大的小教会。虽然是做小间的教会，但是是全台湾上大间的教会。我很喜欢那个书名啊。那个牧师讲，阮的教会虽然做小间，但是有上帝遐尼伟大存在，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小教会。兄弟姊妹，你是全台湾最宝贵的基督徒，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再输血气，因为咱哪个伫血气中间生活，无愿意改变，上帝圣神就要离开咱。这就是卫斯理最后临终的时候，伊讲上帝力量若临在，我就感觉这个世间无任何荣华富贵会当把上帝比下去。我的上帝是袂当比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尊贵珍贵的，无什么当换的。所以耶稣嘛讲，这礼拜讲甲真敬虔、真神圣，主啊主啊主啊！伊讲无拄拄逐个人出声学了讲，主啊主啊主啊的人，伊将来的确拢会当一定就天堂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守节心清，兄弟姊妹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搁一摆，甲咱洁净。咱也是主耶稣的宝血。今仔日的功课就是大卫包森讲身体的神学，你要了解你的身躯、你的活命是不能随便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咱的身躯是耶稣基督用活命的代价。用弥赛亚的活命的代价，伊讲是重价赎回的。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世间的价值是袂当用钱来比。愿天父上帝互咱慎重、尊重你家己，伫你生活的中间，主帮助你。伫今仔日你听到的礼拜不是责备，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所听到的是一个邀请。上帝讲：我所听的囝子，我所听的查某囝，我要将这世间上界有价值的活命，放伫你的手中。
你白无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我愿意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内底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踮伫我的生命中，互我做基督徒，毋是出一个喙，互我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圣洁有尊贵。保罗甲帖撒罗尼迦教会讲，恁爱安怎过基督徒的生活？恁爱好好照顾恁的行为身躯，因为你的身躯就是上帝的圣殿。人看到恁，就看到主耶稣的国话。一个真出名的英国的另外一个哲学家，伊叫做路易斯，伊写真多小说纳尼亚传奇》就是这个作家。伊讲一句话，伊讲：如果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，上帝要将你生命中间上界污秽、软弱、肮脏的部分，伊要给转化成为不朽、永生的存在。伊伫一系列的电台的讲道中间，伊讲一个主题叫做“全然货真价实的基督徒”，英语叫做 “Mere Christianity”。路易斯这个不是牧师，这个基督徒，伊伫当时世界大战的时阵，通过电台的传播，安慰真多的人。伊讲一句话：“你如愿意，你若愿意。”亲爱的姊妹，你敢愿意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？或者你敢愿意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？伊继续来去讲的下半句话，伊讲：当你若愿意的时阵，上帝要将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，跳出所求所想。保罗讲：目睭唔捌看，耳孔唔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路易斯·这个作家就是讲这句话，一种难以想象的生命。主啊，我虽然未看得，虽然我落在空空，未看得对你来买这祝福，但是你想属世间人，敢不是白白的稳定吗？阿门。求天父上帝在咱的生命中，享受快乐、喜乐、智慧，上帝圣洁的听，在我们全身上上下下跳跃。上帝将这种的确要的生命放在咱的生命中，这就是今仔日的讲道，嘛是兄弟姊妹都爱到圣经的祈祷。主啊，我将我的身躯献给你，将我的生命交给你。主求你保恩我收回你的圣神。主啊，求你在我的内面，给我做清洁的心，让我有正直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上帝祝福你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。阿们吗？咱哪拢换新，咱教会就拢换新。事故犹原是新。愿天父上帝在今仔礼拜大大在恁的生命中间做工。愿亲爱的上帝荣耀尊贵上帝，大大在这间教会做工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创造天地的上帝，为人定死在十字架顶悬的主耶稣，互赐给我的圣神，在这个神圣的时刻，求你甲阮三甲地地，互每一个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拢在你的面前幸福，对你讲，主我愿意，我愿意将我一生交予你，我无搁再回头看我过去。我要向前看上帝，你给我准备一切尊贵甲荣耀。祝福阮多多看到你的准备超过这个世间。愿你的圣神赏赐阮有这种的智慧甲能力。主伫这间教会，伫阮的家庭，伫每一个阮的囡仔，主你保守因、照顾因、改变因，互因对今仔日开始，因的荣耀甲因的美丽，不是化妆出来。是真正上帝你的荣耀甲美丽，踮伫因的内底，互因知影，其实因已经有够水啊！主啊，互阮知影，你所赐的生命是一个在听候阮，是一个有价值、有恩望的祝福。主，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往里拍开，求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做工。我咱恳求祈祷我个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